现代台语版圣经使徒行传第28章。阮安全上了后，才在迄个岛屿叫做马尼他。当地的原住民对阮非常亲切，因为落雨搁寒，就去迄甲阮接待。保罗抾一捆茶，迄落火，迄阵有一尾毒蛇，因为火烧烧出来，甜伫伊的手。当地的原住民看到迄尾蛇吊伫保罗的手呢，就讲来讲去，这人一定是杀人犯。虽然对害呢捡着命，天理无容阮遗活。保罗将迄尾蛇捡落火呢，拢无受伤。遐人拢紧紧伫看伊的手画整起来，也是伊画忽然流落去，死去还未。因听候真久，看伊拢无代志，就颠倒想讲伊是神明。海树的头目部北流有一块地，离迄所在无偌远，伊欢迎阮伫遐住3日，真亲切接待阮。当时部北流的老爸患着热病甲赤痢，倒伫眠床。保罗入去，甲伊换手祈祷，甲伊医好。因为这个代志，当地其他的病人嘛来，嘛拢得到医好。因送阮真侪礼物，阮要开船的时，将阮需要的物件送到船顶互阮。3月日后，阮坐对亚历山大来，名叫做双星仔神的船出发。这只船拄伫这个岛屿过冬天。阮伫述拉古上岸，伫遐停留3日。后来对遐开船到利基翁，隔日有透南风，第2日就到部洲里。阮伫遐拄到一寡兄弟姊妹，因请阮甲因住1礼拜。后来阮来到罗马，罗马的兄弟姊妹听到消息，就来阿比乌市甲三馆迎接。保罗见到因，就感谢上帝，搁较有勇气。阮到罗马了后，保罗得到允准，甲固守伊的兵另外住。3日后，保罗请当地犹太人的领袖来，因自这个时，伊对因讲：各位兄弟，我虽然无做违背同胞的代志，也是祖先的规例，毋过伫耶路撒冷受掠，送交互罗马当局。因审问我，看我无犯着该死的罪，有想要放我。不过犹太人反对，我才故不将对皇帝上诉。其实我无意思要控告家己的同胞，因为安尼，我才要求甲恁见面，甲恁谈论。我是为着以色列人所仰望迄位接受铁链连地。因对伊讲，关系你的代志，阮并无对犹太接到批信，嘛无兄弟来对阮报告，也是讲你的歹话。不过，阮爱听你的见解，因为阮知恁即派的人伫逐所在互人反对。因甲保罗约定1日，到时有真侪人来保罗住的所在。对早到暗，保罗为着上帝国做见证，引用摩西的律法甲先知的册，劝因信耶稣。伊所讲的话，有人信，有人毋信。因中间的意见无一致。因离开以前，保罗讲即句话：圣神托先知以赛亚对恁的祖先讲了真对。伊讲：你去甲即个子民讲，恁听，搁听嘛袂了解，
恁看搁看嘛袂看见，因为即个子民的心已经钝，耳孔重，目睭缺。若毋是安尼，因的目睭会看见，耳孔会听见，心会明白，会回心转意，我就甲因医好。所以恁着知，上帝即个拯救的信息已经传互外邦人，因会听叹。话草本有29节，保罗讲这个话了后，遐犹太人议论纷纷，就离开。保罗住伫家己祖的厝，足足2年久，来访问的人，伊拢甲因接待。伊好胆宣扬上帝国的信息，搁假是关系主耶稣基督的事，拢无受阻挡。